你有冇想象過喺南極呢個地方，人哋每日食啲乜嘢㗎？麥克默多站，地球最南端最大嘅科學中心，過千個精英聚埋一齊，每人每日要吞落5000大卡，熱量一年消耗25萬隻雞蛋，15000磅煙肉，12萬磅肉類，18000塊薄餅。但係呢度係生命禁區，連細菌都好難繁殖。廚房團隊竟然要提早18個月精準咁規劃上百噸飯菜，佢哋食過期2年嘅芝士，面不改容。為咗幾片綠色嘅生菜，心甘情願排長龍，甚至用雪櫃嚟幫食物加溫。呢啲反常識嘅操作喺南極只係日常一座，打破晒所有規則嘅末日飯堂，究竟點樣用嘢食？喺白色荒漠入面撐起文明嘅溫度。今日我哋揭開極地科研嘅面紗，行入嗰個唔為人知嘅後廚世界。喺任何一座城市，食材用晒，一個電話就可以補貨，但喺南極最近嘅補給站，喺幾千公里外嘅紐西蘭，容錯率係0。麥克默多站嘅採購網絡極之長，行政主廚同後勤經理必須提早18個月制定下1年甚至年半嘅菜單，即係話而家呢刻班隊員仲食緊碟牛扒，後方已經規劃緊2年後嘅春季訂貨單。每年5月一份幾百頁嘅清單，喺美國本土確認，凍肉、麵粉、脫水菜、罐頭、醬汁、零食全部列晒出嚟。佢哋會被運去西岸港口，塞入巨大嘅冷凍貨櫃，開始幾個月嘅海上漂流。嗰艘破冰貨輪會俾人叫做大宗物資大船，通常喺1月破冰到達麥克默多嘅冰碼頭。嗰一刻係1年最緊張嘅時候，必須24小時不間斷卸貨。南極天氣話變就變，一旦海冰提早封實或者暴風雪突然間殺到貨輪，就要即刻駛走。1年嘅物資隨時可能斷供，卸落嚟嘅貨物會即刻分流去龐大嘅凍庫網絡。有啲凍庫直頭喺冰川入面挖出嚟，係天然嘅冰洞。喺攝氏-20度到-40度嘅恆溫環境入面，食材唔使用1度電就可以儲存好幾年。睇下嗰間羅伯特法爾肯斯科特小屋，1911年由英國探險家興建，極度乾燥、寒冷、無菌，將100幾年前嘅樣貌原本定格到今日架上面。亨氏番茄醬、葉則魚醬同埋醋栗泡菜依然完好無缺。呢度唔單止係遺跡，更加揭開咗南極後廚嘅核心法則。喺極地科學嘅冷凍同密封可以跑贏時間，現代生活入面過期食品絕對係禁忌。但喺南極，如果你拒絕過期嘢，分分鐘會餓死。當我哋見到包裝上面嘅最佳賞味期，第一反應通常係哈哈大笑。一位駐站3年嘅主廚喺冰上煮餸入面寫道：後廚有自己一套10篇灣村科學，原塊硬身芝士，海運時間太耐到站嗰陣，通常已經過咗標示日期。後廚會即刻將佢送入-30度嘅深度凍庫，真菌同細菌嘅代謝徹底停頓，熟成過程俾人無限期冰停咗。呢度用嘅牛肉同豬肉好多係2年前屠宰凍結嘅，透過嚴格嘅解凍控制，口感同安全性同新鮮貨冇分別。至於預包裝罐頭同乾貨，燕麥花生醬、脫水豆類，只要包裝冇破損，過期2-3年照樣擺上台。唯一嘅代價可能係啲麥片變到好似帶住少少花生醬味嘅硬紙皮。但對於餓到肚打鼓嘅極地工作者嚟講，已經係好難得嘅美味。呢度有個經典嘅冷笑話，點解南極嘅雪櫃會用嚟加熱嘢食？當地人笑笑口答：雪櫃嘅作用係防止食物凍傷。夏季室外氣溫好多時係-10到20度，冬季驟降到-40度以下。你將一餃凍肉直接由凍庫搬出嚟擺喺室外，佢唔會解凍，反而會凍到硬過花崗岩，根本冇辦法落刀。所以廚房配備咗大量反向調節嘅冷藏櫃，內部溫度嚴格設定喺3到5度。佢嘅任務唔係製冷，而係提供一個
遠比室外溫暖嘅小環境，比凍到變冰磚嘅食材喺呢度安全感慢慢甦醒。呢個就係加熱雪櫃，差唔多每一樣菜式都要提早幾日，甚至一個星期排隊解凍。南極嘅飲食哲學同城市餐廳有住本質分別。後廚嘅首要使命唔係擺盤要幾靚，而係向人體高效輸送燃料。按美國農業部指引，溫帶成年人每日需要1600到3000卡路里，但喺南極呢個數字完全失效。呢度係地球最高、最乾燥、最寒冷嘅大陸，亦係最渴望卡路里嘅大陸。嗰班喺野外冰川上面做粗重體力勞動嘅人，每日消耗高達3200到5000大卡。背後嘅科學好殘酷，身體為咗維持37度嘅核心體溫，骨骼肌會不由自主咁打冷震，中式脂肪瘋狂燃燒。就算只係靜靜坐喺零下30度嘅寒風入面唞氣，能量消耗已經係冷氣房入面撳鍵盤嘅幾倍。喺呢個後廚低碳水生酮飲食毫無市場，呢度係由高脂肪、高蛋白、海量碳水化合物統治嘅帝國。意粉厚切薯蓉、搽滿牛油嘅麵包，每日都係批量產出。野外考察隊嘅人會咁樣同你講：當你喺冰原上連續做咗8個鐘嘢之後，大腦會瘋狂咁渴望糖分同碳水。呢個時候，一碟3磅重、鋪滿濃稠芝士醬嘅通心粉就係世上最完美嘅救命解藥。為咗滿足呢一種對卡路里嘅旺盛需求，主食堂實行24小時不設防供餐。無論係凌晨3點由冰川翻嚟嘅地質學家，定係啱啱整完柴油發電機嘅機修師傅，隨時都可以行入去拎起炸雞柳、厚切薄餅同一碗熱湯。喺呢度，脂肪唔係敵人，而係保護你免受凍傷嘅天然盔甲脂。不過一旦深入內陸荒原嗰啲孤立嘅野外營地，後廚就會變翻更加硬核嘅形態。營地會用雪地履帶車拖去一隻改裝貨櫃箱，叫做曼斯營地廚房。個盒入面塞滿高密度隔熱物料，一部丙烷雙眼露營爐，幾層罐頭同乾貨。煮餸成為一場純粹嘅體力勞動。冇水喉，每日清晨科學家或者美導要攞住雪鏟去營地外圍鏟起最乾淨嘅南極古冰，掉落大鑊嗰度，用丙烷爐溶成水。呢啲就係全日飲用煲湯、沖咖啡嘅全部水源。但即使喺零下20度，燒烤架卻極之受歡迎。極晝冇風嘅下晝，推開貨櫃箱門，喺冰原上面架起便攜式燒烤爐，用柴油或者丙烷火苗吱吱聲咁烤住多汁嘅牛扒漢堡。煙醇嘅香氣喺幾公里內都冇生物嘅純淨冰原上飄散。嗰一刻係野外生活最光嘅時候。而喺最極端冇任何設施嘅野外據點，後廚濃縮成入落一個叫零食箱嘅膠桶。出發前，隊員可以喺物資貨架之間自由穿梭，往個桶入面塞滿朱古力棒、堅果、能量棒同軟糖。喺野外低溫令血液流向核心內臟，手指好容易凍傷。佢哋每隔1-2個鐘就要由羽絨衫袋拎出凍到硬邦邦嘅能量棒，強行嚼碎吞落肚。呢啲高糖分能夠迅速化為血糖，為凍到僵嘅手指送上熱力喺度第一條極之難得到嘅限量版花生醬。朱古力棒俾隊友就係建立生死之交最快嘅途徑。喺溫帶城市，一粒番茄或者幾片生菜係再普通不過嘅配菜，借咗就會俾人抌落垃圾桶。但喺南極，呢啲充滿水分、帶住泥土清香嘅綠色植物，有一個至高無上嘅名——新鮮貨。佢哋係白色荒漠入面最珍貴嘅奢侈品，甚至喺不經意之間，催生出一套極地黑市外交學。短促嘅夏季，冰層夠厚，嗰陣 C-17或者 C-3盟運輸機降落喺冰跑道，機艙入面最受保護嘅核心位置，總會留俾幾箱由紐西蘭基督城緊急空運過嚟嘅新鮮蔬果。新鮮貨運到嗰日全站就好似過節咁，後廚人員好似護送珠寶咁，
將生菜、青瓜、橙同鮮雞蛋抬入食堂之。不過呢啲綠色生命嘅週期極其短暫，喺乾燥嘅空氣入面，就算冷藏都只能夠維持3到5日嘅最佳狀態。第一日係歡慶日，全站人員喺食堂排長龍，只為搶一碗帶住清香嘅純生菜沙律。呢種為咗生菜排長龍嘅奇觀，只係喺南極先至真實存在。第3日係搶救日，菜葉變黃，大廚即刻燉餸，或者將撞魚嘅蘋果橙榨成混合果汁。第5日，新鮮貨全部用盡基地，重新跌翻落脫水蔬菜同冷凍紅蘿蔔粒主宰嘅乾貨時代。為咗喺長達半年嘅極夜入面都能夠嚟到一口六意，麥克默多起咗一座水培溫室，完全冇泥，用人工 LED 光源同營養液循環系統喺密封貨櫃箱入面種出少量生菜、羅勒同番茄。可惜嘅係呢啲產量相對千人基地等於杯水車薪。於是乎呢啲限量嘅水培葉片成為基地入面真正嘅硬通貨機。修師傅想叫大廚偷偷留一靚牛扒，貨車司機想攞多盒高級朱古力，最有效嘅賄賂就係攞自願工時同溫室管理員換幾片新鮮羅勒葉，再送俾主廚。各個科研站之間亦經常用特產進行以物易物。美國麥克默多嘅厚切薄餅，紐西蘭斯科特基地嘅水培香草，俄羅斯東方站嘅烈性伏特加，共同構成冰原上最穩固嘅後勤外交鐵三角。後廚仲有一招絕活，就係剩菜回收魔術。主廚海特林講過一句話，聽落有啲令人皺眉。喺南極，我哋必須回收同重複利用食物。喺現代餐飲業，剩菜意味住報廢，但喺物資極度匱乏、環保條約極其嚴苛嘅南極，剩菜重組係一門被人奉為藝術嘅硬核技術。根據南極條約議定書，所有垃圾都必須原路帶走，產生大量廚餘，唔單止消耗寶貴嘅能源，更加係對供應鏈嘅犯罪。所以後廚鐵嘅原則係任何一未被污染嘅食材，都必須以第2種甚至第3種形態重新撒翻上餐台。內部有一套約定俗成嘅演變鏈條。第一日，如果係頂級正餐，譬如烤大塊牛扒配薯蓉，未食完嘅牛肉放入雪櫃。第二日佢化身午餐熱食，俾人切碎，做成芝士牛肉三文治或者墨西哥卷餅肉醬。如果到咗第3日仲有剩，佢就會迎來終極偽裝，加入濃郁香料，變成咖喱牛肉大鑊菜，又或者丟入高湯熬成羅宋湯。假如嗰啲剩菜睇落有啲攰，就狠狠所撒一層厚芝士，塞入焗爐，高溫融化嘅芝士既可以完美掩飾水分流失，又可以提供極地最急需嘅高熱量脂肪。呢種萬物皆可蓋芝士嘅做法，俾隊員戲稱為麥克默多特殊極地。醬汁如果話卡路里係為咗維持肉體運轉，咁喺南極野食仲有另一項功能，就係拯救靈魂。呢度嘅生活係常人冇辦法想象嘅孤獨同壓抑。漫長嘅極夜，連續幾個月見唔到太陽，窗外係時速過百公里嘅暴風雪，室內係日復一日嘅機械式工作。心理學家指出，喺呢種冬季感覺剝奪環境下面，人嘅味覺同嗅覺會變得遲鈍，心理極易滑向抑鬱同崩潰。而呢個時候，嗰座擁有4名全職麵包師、24小時運轉嘅烘焙坊就成為整座基地嘅精神燈塔。只要空氣入面彌漫起手工大窿麵包、肉桂卷同朱古力鬆餅嘅香氣，你就知道今日仲可以撐落去一位。駐站半年嘅科研人員寫道，烘焙師都係由美國本土頂級餐廳高薪請翻嚟嘅。佢哋每日凌晨開始，用最原始嘅麵粉、酵母同水純手工油製法式長棍、意式佛卡夏同節日蛋糕。對於嗰啲連續熬咗16個鐘，通宵對住冰冷數據昏昏欲睡嘅年輕科學家嚟講，清晨大廚親手遞過嚟嘅一件熱辣辣嘅鬆餅蛋糕，散發住牛油香氣，
佢嘅心理療研效果遠超過任何藥物。而喺所有嘢食入面，薄餅係冇爭議嘅無冕之王。基地一年消耗18000塊，平均每日焗近50塊。後廚專門開闢咗一個薄餅直通窗口，正對住走廊。主廚羅伯托發明咗著名嘅麥克麥多蘭接法。每逢隊員由冰天雪地行入嚟，或者拖住疲憊嘅身軀落夜班，總會俾翻滾嘅芝士同烤肉香氣截住。窗口永遠擺住幾張吱吱聲、標緊油嘅厚底薄餅，隊員好熟練咁拎走一塊，小心墊喺餐碟底，然後塞入口。佢嘅偉大在於，佢打破咗南極冷凍同過期嘅宿命。麵粉同芝士可能係過期嘅，但4個鐘之前佢哋仲係粉漿。現場搓麵鋪醬，喺大火爐入面高熱焗出嚟嘅，係冇得拗嘅新鮮薄餅。喺南極，薄餅遠遠唔止係嘢食。每個禮拜5嘅薄餅之夜係全站最重要嘅社交儀式。唔苟言笑嘅物理學家，成手油污嘅機械師，年輕嘅志願者基地最高指揮官，全部圍坐喺粗糙嘅木台旁邊。佢哋手揸沾滿番茄醬嘅薄餅，大聲講大聲笑，分享家鄉嘅故事。呢一刻嘢食徹底模糊咗階層同埋學科，將呢班漂泊喺地球盡頭嘅異鄉人緊緊凝聚成一個溫暖嘅家族。當你喺溫暖屋企輕輕點下手機，30分鐘外賣就可以送到嘅時候，或者好難想象地球嘅另一端，有一班精英正坐喺跨越18個月供應鏈嘅食堂入面。佢哋食過期芝士，將幾片生菜當作珍寶，為人類探索住未知嘅邊界。南極後廚嘅故事，表面睇嚟係一套將凍肉煮熟嘅烹飪流程，但歸根到底，呢個係一部人類依靠頂級戰略後勤同埋永不妥協嘅生活熱愛，喺地球最殘酷嘅生命禁區強行保留下嚟嘅文明溫度。每當夜幕低垂，南極點嘅狂風夾住冰雪，猛烈撞擊考察站外牆，而溫暖廚房入面焗爐嘅紅光依然着住，新一輪麵團正喺度靜靜發酵。只要呢一縷煙火氣息不斷，人類征服星辰大海嘅腳步就唔會停落嚟。我係你嘅探險向導。如果中意今期內容，歡迎讚好訂閱，一齊揭滅世界嘅隱密角落。